咁中朗希嘅 PB 時間咧係54秒26，好犀利啊！其實真係。見到第一組嘅選手都已經出場，第一組嘅選手第三線中國香港張卓希時間54秒26。亦都有烏茲別克啦、卡塔爾係澳門、哈薩克、斯里蘭卡嘅選手。咁啊第一 hit 就都冇得點留嘅，都要睇埋。誒唔慢喎，我哋香港代表啊上欄，你睇其實睇400米欄，大家就睇邊個上欄先啦，因為即係就會知道邊個係帶緊頭啦。卡塔爾選手帶咗幾好，我見到我哋香港選手佢過欄動作都幾好，後腳都跟得好快，其實見到佢。亦都過咗啱啱第4線嘅選手啦。keep 住。哎呀，呢個啱啱就一陣換咗個腳喎。睇下佢內線會唔會追翻？哎呀，個步穩亂咗啦而家。咁啊，卡塔爾選手咧就都應該帶翻嚟冇問題㗎啦。其實佢用選擇發力喎，其實可以放鬆啲啦。係啦，都入到決賽，就唔辛50秒93嘅時間，卡塔爾選手同佢今季嘅成績咧，其實都算接近啊。今季嘅最佳成績係50秒39。小組第2名咧就係外線嘅選手啊，就係斯里蘭卡咗啊！係啊，突然間打亂咗，即係可能個體力啦，或者因為可能頭段一快咗咧，你400米欄，你一揦緊係嗰個一出狀況啊，真係好影響你一揦實咗，你沉一沉個步穩亂咗，或者甚至走多一步就好慘啦。但係都恭喜張卓希啊！其實佢53秒39，小組第5名啦。其實佢係破咗自己嘅 PB，因為佢嘅 PB 54秒26，其實都接近。即係其實佢開頭200去到好盡啊。